给我当场斩首，以儆效尤！杜少峰，你开什么玩笑？3人正实，2人正虚，你动一动嘴就上断头的极刑。不过是个阶下囚，哪来你较真的余地？如今世道浑浊不堪，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奸佞之徒。不过是个满嘴谎言的老王八而已。即日起，立即查封新思路，将其外贸途径及通关务器收回官府，妥善利用之。这就是你的真实目的吧？还等什么？把这2个人给我拖出去，斩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杜少峰，放开我！人不能斩。二爷，我乃金吾卫前统领吕承云。大人，这的确是当今圣上亲兵之一，金吾卫。杜大人，这李清流、龙傲一，不是你能动的吧？二爷这幌子是不是打得太过了？看他要怎么变。放人吧，杜大人。就凭你一句话？20年前，宫里发生了一件密信。一名良缘诞下龙子，恰逢宫里事变，良缘带着公子秘密出逃。不幸的是，在出逃的路上，那名良缘不幸身亡。从此，皇子便流落民间。你说的那个皇子便是银城巨贾第1人，新思路的大当家李清流。我方才居然要斩皇子！此事可是确凿？杜大人，皇子乃是瓜皮打李树。当年，我奉皇命护送良缘和一名宫娥出宫。我保护皇子，前后受敌，只能让宫娥和皇子藏身在一个废弃茅草屋。等我回来找他们之时，已不见踪迹。我有辱皇恩，只能卸下金吾卫统领之职，在银城附近落脚，并以银城为中心，向方圆100里寻找皇子的下落。二爷这编的有点过吧？这可怎么收场？你在银城，他也在银城。你为何不早些找他呢？你们不知，李清流的那名奶娘，就是当年那名宫娥。我也是后来才知晓，她藏身于李家佛堂，被李家家主发现，为了躲避追兵，才将皇子送给膝下无子的李家，自己则隐姓埋名进了李家当了奶娘。这些年，皇子高调经商，我也才有机会看见他相效圣上的长相。仅此断定是皇族血脉，会不会过于草率了？机缘巧合，我起疑之时，龙珠帮恰逢与新思路结下梁子，这正好便于我进庄调查。可是我苦苦寻不到证据，直到看到了李清流的奶娘，才弄清了事情的真相。
你是